文化新眼界来看，台北市文化局今仔日举办无形文化资产的授证典礼，歌戏天王杨丽花甲独琴的保存者林立正得奖。颁奖典礼，林立正的音乐家后生嘛现场演奏，展现出白镜传承、代代相传的精神。 优美的古琴弹奏声，这个音乐家林发的爸爸，传统工艺独琴制作师傅林立正，是今年台北市政府无形文化资产荣誉的受奖者。半世纪前，伊自细汉家己学木工技巧，因为接受朋友的委托制作古琴，开始伊独琴工艺人生。会做琴的伊，培养家己后生，成做古琴音乐家。 从前人家说我不会弹琴，怎么能做琴？所以说我儿子，我从小要从演奏入手。如果政府方面没有这种活动的话，很快就没了。那这样的可以振奋一些年轻人的向往之心。希望我能够从演奏这一部分，再慢慢的回归到做琴，弥补一些做琴在试音或者在音色、音质上面调整的一些不足。 后生对爸爸得奖感觉真欢喜，毋但是独琴工艺，互人注意。这个典礼另外一个得奖者就是歌戏天王杨丽花。自细汉演歌戏，毋但将歌戏文化带入电台、电视，还佫将歌戏带入国家剧院演出，佫投入教育传承事业。虽然是人讲退休啦，我的心也无退休。讲文化行行出状元，无论什么文化，或是什么艺术。 都是爱支持。杨丽花希望政府会当重视传统文化传承，加强推广，让这个文化会当一代一代传落去。台北市文化局是讲，为2008年到即嘛，已经订了24项无形文化资产，拢总39个保存者甲团体，维护台北城市正深的人文底蕴。记者综合报道。